啱啱過去2025年學年呢，咁我哋會有450間左右嘅中小學嘅。我哋服務嘅家長學生成20-30萬人嘅。教科書其實係可能佢一般嘅客人可能就暑假最繁忙啦，都係嘅，呢個都啱嘅。但係就平時，因為其實教科書係我哋基本上叫做全年無休噶啦。因為其實香港嘅教育制度就係好特別嘅，佢集中咧，我諗7至8月啦，啲學校臨放暑假前，學校就會派所有嘅書單啦。咁啲學生就係攞住啲書單，或者係去門市買書啦，又或者我哋幫佢就攞啲書學校，就喺學校同埋。嗰段時間真係，我諗門市9點鐘關門之後呢，佢哋每晚都要加班，我諗2-3個鐘都走唔甩㗎啦。我哋倉呢就更加誇張啦，真係試過有1-2年，真係試過通宵㗎，因為真係太趕啦。同埋某啲學校可能佢真係集中喺某一日派書呢，咁我哋可能同一時間我哋要處理成10幾20間學校嘅包裝工作呢。我哋訂立咗3個概念，一個就係機械化，一個就係自動化，一個就智能化。我哋依家呢就做呢個技術嘅提升，咁希望呢全部100% 咁樣就喺線上搞掂，利用順豐或者京東全部寄回佢屋企，咁就能夠令到啲家長唔使請假，唔使請。4-5年前啦，公司就開始做一個系統升級啦。技術升級，包括我哋嗰個訂書系統，我哋係全智能化啦，同埋我哋啲2-3年係引進咗一個機器包裝，咁呢個真係減輕咗我哋人手處理包裝嗰方面嘅工作。好多啲同事，特別係教科書嘅主責同事呢，好多都係做暑期生出身嘅，佢係甚至乎由中學做起啦。其實我哋而家每年暑期生入職啦，暑假開始之前咧，都會有1至2日啦，有個培訓嘅。我哋總結咗出嚟呢，其實我哋帶住啲同事咧有3個角色。第一個角色就係傳達要求，等佢哋有個認知；第二就帶領，就係帶領佢哋咧去一步一個台階咁樣向前同埋向上；第3個就協助班同事咧。去跟住大家成個團隊嘅步伐，同時間咧都協助佢哋自己成長。我自己感覺教科書係一個比較具挑戰性嘅部門嚟嘅，會訓練到我個人，無論真係好多 EQ 啊、IQ 啊各方面係一個好大幫助嘅。我哋依家都係希望利用我哋個認知啦，所體會咧，希望能夠利用我哋嘅能力咧，幫公司咧做好呢方面嘅工作，同時間都希望咧，幫公司嘅品牌咧帶俾我哋嘅讀者咧持續更加好嘅體驗。